一個好嘅，如果民選嘅特區政府，係可以解散個地產霸權，要令地產霸權崩潰，即係咁樣係，先解決香港深層次嘅矛盾嘅。點解？嗱，有好多樣嘢啦。第一就有啲地方放即係放啲樓出嚟咧，首先係用細單位先。第二咧就個遊戲非常明確，就所有人咧都係起咁多尺嘅，佢哋唔會起多咗。佢哋嘅係靠呢樣着數而存在嘅，其實係每一笪地嘅銀碼咧唔好都咁大，情願投唔足啲錢。然後咧就係即係多啲中小型發展商可以話。係啦，其實大家可以競爭啊嘛，一有得競爭就冇賺噶啦嘛，係咪啊？咁就係地產，咁就地產霸權咧，就表面龐大嘅啫嘛，佢係靠呢一個靠北京照住嘅啫嘛。如果民選地產霸權係不能夠存在噶。即係仲有兩招絕招咧，就係第一，仲有兩招絕招對付地產霸權。第一就係揾翻過去50年，佢呃嗰啲尺數啊、天橋啊、公共地方咧，一鑊告到佢哋破產啊嘛。即係準啲嘛，準啲業政府起訴佢哋，唔係即係佢譬如話華人行咁，即係娛樂行，佢應承起條天橋佢咁多年都冇起過嘅，又計翻個賠償咁多年嘅利息，係嗰啲大地產商全部破產，可以講嘅。咁我哋有錢，有錢分啊咁。係啊，咁啊整翻萬幾2萬億翻嚟分㗎，即係咁樣係。咁就第二喎，我係主張即係貴嗰啲租係加。其實係充公佢哋一部分資產啊嘛，即係商場 office 太貴租嗰啲，抽從價稅啊嘛，即係譬如超過100蚊一尺嗰啲，你抽100蚊租咧，我就抽你10蚊。咁其實係充公咗佢哋一部分資產，咁啊等於係。咁愛嚟扶貧都好啊，呢啲係咪？即係愛嚟搞負入息稅啊，即係咁樣係。咁就係即係呢一個咁即係話即係你哋唔好以為佢哋有乜嘢咁了不起，喺外國嚟講，即係等於。洛克菲勒啊，即係等於 Bill Gates啊。如果係去到民主社會咧，全部都係會俾人哋挑戰嘅，即係係會俾政府對付嘅。一次過咧就要佢哋着草噶啦，忍多佢2屆啦咁。你唔解決咗呢班友咧係唔得嘅，即係其實係。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咁多錢咧，係對個政局亦都即係對北京太大影響力啊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。